迎大家咧今日抽空參加我哋第3屆早慧小說家。咁今日嘅工作坊咧係俾小朋友親身去感受故事，學習點樣自信去表達自己。其實頭先咧小朋友喺頭先嘅3個小時裏邊咧，已經咧同老師嘅內心引導啦，透過遊戲一齊排練咗一套嘅短劇。咁而家咧就係佢哋大顯身手嘅時間啦。今日小朋友咧會為我哋帶嚟嘅短劇就叫做《晚安小狐狸》。故事裏邊嘅小狐狸咧就好中意夜晚先出動嘅，但係咧小朋友咧就中意日頭玩耍喎。咁唔知佢哋可唔可以諗到辦法一齊玩呢？一班嘅小朋友咧陣間會用生動嘅演技帶領大家咧投入喺個故事裏邊，一齊感受角色嘅喜怒哀樂。咁咧希望今日嘅經驗可以激勵大家繼續樂於學習、勤於思考、敢於創造同埋善於表達嘅早慧精神。